少女勇士们，复活的机会来了，快去夺取复活电池，走向最后的屠龙冒险吧！哦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各位哔哩哔哩的观众们，首先要进行的是灵力试炼。4名少女勇士站在独木吊桩两边，恶龙守卫呢摇晃吊桩，先落水者被淘汰，留下最后1名获胜者晋级。小弟 biu， 亚米、钱玉丽、小七、赖美云，马上进入倒计数，3、2、1。亚米首先落水，赖美云、小七也落入水中。哥呀，刚走2个。哇！还要晃吗？还要晃吗？亚米和小七已经掉下去了，2位，哎呦，坚持！那不行了，要下去了！哇，这晃得越来越厉害了，后面那个。我们看到两边恶龙守卫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不断的在摇摆。哇！我呀！钱一丽也落入水中。恭喜小弟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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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！ 如果下一次我来有落水的机会的话，我选择跟所有人串通好，让滩霸落水，这应该不会转播到他那里。我一直以为是留2个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前面就掉了2个，我很开心，哎，好像要赢了。然后导演好像说就留1个是吧？好的，没事，反正是队友。赢了已经。就是我觉得玩这个游戏，信念一定不能有一点点的怀疑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怀疑，就很容易掉下去。对。好的，现在第2组要进行力量试炼，每组胜者就有机会重新获得勇士电池，进入到最后阶段的闯关。好，我们看到首先要进行的是邓园长对阵段奥娟。你看我说手长脚长有优势，你看他脚能扣在一起。哇！段奥娟抱住的姿态是非常的奇特。全村的希望，段奥娟。邓园长十指紧扣，2腿盘龙。其实他穿长裤更容易往下滑。对，因为皮肤它会跟那个贴合。我好痛啊！坚持住，段奥娟！哦！谁能想到，这位经过体能速成的段奥娟啊，段奥娟，她将邓园长傲视其下。第2组，一位是阿酸，一位是紫菜蛋花兔兔。我觉得学武打的那姿势已经赢了。紫菜蛋花兔兔现在已经双脚就快要接近柱底了，表情皱成一团团了，很累啊，这个。哇！肌肉哇！文思不动，他表情感觉好稳啊。这阿酸面无表情，纹丝不动啊！哇！而紫菜蛋花兔兔开始向下滑落，
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哇！蛋花兔兔最后落水的时候溅起了阵阵蛋花啊，对不起，是阵阵浪花。哇！阿酸坚持到最后，不愧是来自舞蹈学院的学生。好，我们3位复活的女勇士阿酸、段奥娟和小弟 biu 正在领取勇士电池，他们复活成功。当然是被我抓来的，答对问题才能出去，否则就跟他们一样关在这里。好啊，答题我还没输过，以前我还赢。少废话，听说你是学土木的，那我就问你一下跟土木相关的吧，请听题。空地上有一只学土木的鸡和一只学建筑的兔子，在讨论建什么样的房子，既要豪华宽敞，厨房、餐厅、独立卫浴，又要低调奢华，不能被贼惦记，以致他们有2233斤钢筋和2233斤水泥，但他们搬不动这么多东西，于是分别叫了各自的同学来帮忙。现在空地上有30个头和70只脚，那么一共有多少只学土木的鸡和多少只学建筑的兔子呢？这是土木相关的？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这么简单的土木工程学的问题都答不上来，你就留在这里过一辈子吧。在哔哩哔哩公益平台上线的困境尖子生助学计划，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。项目成立至今，已为36000位困境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。上 B 站搜索公益，帮助高中困境优秀学生完成大学梦想。你也可以获得学习能量币哦。有了这币，我就能出去了。等我啊，小电视的圣剑！和我一起支持困境尖子生助学计划吧。勇士李大王陈珂和勇士郑丹妮、谢安然带领着阿酸、段奥娟、小 biu 3位勇士登上妙亚方舟，驶向恶龙之门。少女勇士团迎战强敌，他们能否成功登上龙堡，拯救吟游商人？看你们这么好看，本龙就大发善心，先宽限你们60秒，让我的手下陪你们玩玩好了。来了，你们可自己小心吧。好帅呀！恶龙之桥他们面对的是一关需要他们通过整体协作、共同努力通过的险桥。那么渡过有陷阱的真假桥面。小心想要假的，我们先吧。我们看到他们互相之间采取的战法，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多配合。注意脚下呢有真有假，虚虚实实。哇，很危险！但是借助绳子，他们还可以。哇，这也假的。哇！目前来讲，通过这个恶龙之桥，还有最后的不到20秒钟，需要你们抓紧努力。随后将有恶龙在后面追赶。快！哇！现在郑丹妮握在最后边了。小心！倒计数了，来，马上开启后面的恶龙守卫。最后时刻，太快了！恶龙守卫现在已经开始在身后追赶。哇！他们追我们了！身后有追兵，前还没有渡劫，抓紧时间。哇！马上踏上恶龙磨坊，段奥娟跑在最前面。
每道关隘都充满了艰难险阻。哇！大家看到2位恶龙守卫在迅速在冲过恶龙之桥。阿酸落入水中，黄皮外星人的阿酸。等他们过来一起，等他们过来一起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哦，这个好难啊！没人了吗？那你现在也在。跳过来，马上，马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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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黄皮外星人的阿酸和阿里2位，结果是双双失足落入水中。的马上，马上。恶龙魔法。放开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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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们一起努力。郑丹妮把恶龙守卫推下桥。恭喜最后这5位。这个怎么过啊？哦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快点上来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！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哇，哎，耶！等你！恭喜各位！在这里，我们还是要恭喜5位少女勇士团的勇士们，恭喜你们！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？就真的很感谢我们比奇堡的成员们，就是大家一起，我觉得能够站在这里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对，我们3个赢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然后我们这次的话是整个团队3个人，每个人都拿了一个双开门大冰箱哦，每个人1台，可以。厨房放1台，房间放1台，客厅放1台。来 ，biu。就是挺幸运的，没有了。我是冲呀少女的骄傲，耶！来，这些就是属于你们的荣誉勋章。来给安然，给安然，再拿一个，庆祝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好棒，好棒！除了你们能获得这个荣誉勋章之外，当然你们还能获得1台双开门的冰箱，再次恭喜各位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吧 ！Everybody dance！ 没事儿，至少你。我双开门冰箱，不可不可！论成败，人生豪迈，大不了快乐都是他们的，功能再来。好，韩老师，我没有震到你吧？今天怎么样？你参加的比赛感受如何？还是有一些先天性的东西。没有成功的呢，也不要灰心丧气。与他们相比，小七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，下岗再就业，又和我一起共同来进行联袂解说。